名师指点，古今形势差异研究。佛陀那个时代，灵山会上，然后拈花示众，迦叶破颜微笑，好厉害呀！你看唐朝的禅宗，登堂入室的五祖传活心印给六祖。有文章研究说，70年六祖后来传给7祖，有的说白马2祖，然后还有文章说六祖归空后70年哦，然后传到一个什么禅师啊？网络上可以找文章啊。有一个在家，一个出家的，同时弘扬禅宗啊。那7祖白衣禅7祖也是，就是属于在家的居士啊。那马祖道一禅师是属于出家的啊。一般的说法都是这样。那之后道脉的传承，网络有文章可以找得到，搜寻那个叫最终关怀，网络搜寻看看最终关怀。名师指点，从拈花示众，登堂入室，然后到有袈裟遮围啊。释迦牟尼佛要传给迦叶尊者，多指塔前以僧伽梨为之，那个就是用袈裟遮围。然后唐代禅宗的5祖要传法给6祖，也是用袈裟遮围。然后未说《金刚经》，说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，6祖慧能言下大悟，真的厉害啊，智慧高啊。后来什么永嘉大觉禅师一宿觉，有文章说一宿就是要留住1个晚上嘛。要文章研究结果说那个晚上也是像5祖传给6祖，也是3经入室，然后袈裟遮围，传活心印啊。然后就像现在叫做名师指点，正法演唱。